好，安尼刷来第二段要讲吼，是即个大胆公投啦吼，啥物人啦吼，时代的物件仔啦吼，想要用即个题目咧吼，讲即个报纸安尼好大胆吼，一开始即个创刊吼，也来停刊吼，我咧想讲来回顾即个台湾教会公报吼，有三个公映的时间点啦吼，一个是去日本政府停刊嘛吼，战争的时阵啦吼，啊第二届咧，第二届是即个。1969年3月啦吼，这就是吼，这个迄阵的国民党的政府吼，因为伊这个语言的政策吼，用这种压迫的方式吼，来禁止这个台语白话字继续刊啦吼，所以叫停起来。啊，第三摆咧是1987年吼，就是伫改严的这年吼，改严进前吼，台湾教会公报吼，有叫警备总部来没收啦。啊，这吼伫当时来看，当然是无好的代志啦。哦，但是有即摆来看就哇，这是公营的记号啦吼，有即个勋章啦吼。啊，来讲来讲到即个，谁哪用即个时代的物件仔吼？来，阮先来看一下吼。这教会公报前几档有出一本册啦吼。哦，那一年寄不出去的教会公报啦吼，内底是一寡即个历史的记录啦吼。包括迄阵的报纸啊，甲事件发生的代志，啊是发生啥物代志咧？是安尼啦吼，这互我咧摕即个头拄迄个纪念品吼，这吼1987年的2月吼，台湾教会公报，这台湾教会公报嘛吼，啊这有写一个吼时代物件仔嘛吼，啊这是讲吼，这是看啥物物件啦吼，咱会去没收啦。啊，你知迄个时代吼，没收报纸无啥物了不起的，因为世界拢在甲你没收嘛吼。啊，你看册看报纸，咧乌一地起来，叫用监视，叫用乌起来。啊吼，这是看啥物代志？228事件40周年啦吼。啊，这有啥物奇怪？咱即摆吼，咱是少年囡仔讲啊，逐当拢咧纪念这228事件吼，啊，毋是干那你教会咧纪念啊，但是迄个时代吼，做即下代志，就真正敢若教会敢做即个代志。啊，我相信迄个时代报纸应该嘛毋敢安尼刊啦吼。啊，迄阵台湾教会公报吼，就刊即个40周年啦。啊，40周年要创啥吼？伊其实吼要诉求是要做一个和平的礼拜啦。当迄阵你嘛无可能讲即个大屠杀的即个礼拜吧吼，因为迄个时代气氛是安尼嘛。啊，做一个和平的礼拜，希望吼来纪念这过身的人，啊来。在这伊面顶用的字吼，是以十字架的爱消除仇恨啦吼，是。但是即阵是即个政府是看无法度看你即个报纸安尼看的啦，所以吼，就是伫教会公报的限制，就是即摆即个所在吼。迄阵的印刷机是放伫即个大楼的楼骹吼，家己印报纸啦。啊，即个消息就有传出去啦，讲啊，教会公报吼要出一刊报纸咧写即个代志啦。所以迄工咧出报纸，迄工咧透早吼，就有即个警备总部的军人嘅警察吼，就甲即个大楼围起来，吼啊，即个报纸就去互扣去啊，吼，本来要寄来就去互扣去啊。啊，迄阵阮即个报社内底吼签收的，就是讲啊警备总部来扣的，迄个员工个伊员还未退休吼，搁伫讲报社。啊，即个扣去吼，扣去啊，要安怎？扣去啊，抗议啊，吼，迄个时代。无啥物人敢行街头的时代吼，长老教会可能较好办，因为有一个信用吼，有一个气力咧，互伊做这样代志。抗议啊，安怎抗议？游行啊，吼，咱即摆来看，迄个人可能无算足济啦，有相片哦，迄阵有相片老人物收伫咧册内底。伊即摆眼光来看哦，你这2000人吗？无哦，1000人嘛无，吼，500人可能嘛无，100人可能嘛无。哦，可能50个，可能50个到100个。啊，但迄阵吼，你敢行街头去摕一个标语伫遐抗议，这是大代志啦。而且因咧行吼，行到这个台南市政府吼，去遐包围起来，因为公报社行到医权迄个所在，无介远啦吼。所以一寡穿牧师衫，啊吼，即个爱用啥物理由抗议啦？迄个时代无可能互你用言论自由，即个当做你的标语嘛。啊，因为这是一个纪念礼拜嘛，吼，228的纪念40周年的纪念礼拜，所以标语就讲，哦，我感觉迄人真，迄时阵的人真巧，就讲，你打压宗教自由啦，哦，你言论自由，我无甲你讲啥言论自由啦，你至少阮做一个纪念礼拜，
这是宗教自由吧？而且迄阵台湾的政府是真靠，即摆嘛是啦，真靠美国的政府啦。宗教自由即个物件，你讲言论自由吼，美国政府吼可能无一定要甲你安那啦吼。但是讲到宗教自由，这是因真重视的物件啦。甚至讲迄阵会来台湾的外国人，拢是做宣教士足济，所以这是有影响力的。即个标语是有影响力的，所以用这个理由来去遐包围起来啦。去拄对一个好的结论哦，就讲好啊，安尼甲你没收啊，是的，即个因为即个高层请辞了吼，就答应啦，讲好啦，啊无即报纸行人啦吼，即事前误会啦，有即个台南这个文化工作小组的吼失误啦吼，歹势啦，无收毋到伊啊啦，甲你收毋到伊啊，讲要行啦吼，啊但是你若是教会，你要相信，伊甲你答应讲要行你啦，啊有行无？所以就约一个时间啊，讲一个礼拜日要行啦吼。叫若是无行你，伊讲即摆讲好啊，即摆来沟通了后，来讲好要行你，啊你嘛好啊若无行你咧，所以迄阵的教会嘛有约定啦，讲若是时间到无行吼，搁来包围市政府啦。所以就是定伫礼拜日啦，中昼啦，就是咱这基督徒礼拜日做礼拜吼，10点下早咱做礼拜了吼，报纸阁无收到，要来甲你包围啊啦。结果有收到无？啊，真诶无收到呢。所以咱这台南这边的路吼，这圆环吼，就是即马通德章纪念公园遐圆环这出来吼，对，拄好啊，每一条路拢有教会啦。啊，去到圆环拢无介远，啊，市政府就伫遐。即马台湾文学馆的所在，啊，迄阵较早是市政府。哦，礼拜煞报纸无收到，好啊，报尾啊开始敲倒来，哦，去说讲无收到，好出发。就真正去中昼，搁去市政府围起来啊吼，抗议啦，围起来啊，啊围起来，这发生奇妙的代志啦。我一台货车吼，伫所有的人拢伫市政府迄个包围的时阵吼，一台货车开入来，啊，拍开内底啥？是报纸送来啊。哦，啊，大人都哇，伫遐都足欢喜的安尼，哦，这变做一个大事件，讲哇，这有即种遮奇怪的代志，遮好的代志安尼啦吼。啊，啥来安尼咧？你若要行报纸，你等人游行了才来行哦。有啦，听讲是高速公路塞车啦，哦，这礼拜日要甲你载去，叫塞车啦，塞伫路里啦吼。所以这是一个真值得纪念的代志。所以阮头仔讲着吼，阮这做一妇科印刷就互人算吼。所以这刊报纸没收的吼，没收无了不起啦，行李较了不起啦，哦，这是没收了，去用行动的报纸。啊，迄个时代氛围吼，慢慢咧震动啦，所以迄年共一年嘛是戒严的迄年啦。啊，若想要讲到即个时代物件吼，这是啥物物件？这是头拄有讲着嘛？迄个时阵的报纸面顶有写即个字啦吼，时代物件啊，这物件到底是啥物人啦吼？啥物人？看这看一段即个，啊念一段讲一个圣经的故事啦吼。我较早吼嘛无了解啦，讲即个物件到底是啥物？咱圣经内底足侪名嘛吼。啊，这是因为对咱来讲，这是外国名啦，可能较歹留落遮深刻印象。但是你听过伊个故事了，你就通理解啦吼。这记载伫圣经的列王记上啦吼，22章啦，才有讲到即个先知米该亚的间隔啦吼。迄阵就是讲吼，有一个王，我简单来讲这个故事啦吼，就是有一个王吼。伊要招别个王吼来攻打一个国家啦吼，啊，但是要拍进前，要战争烧台是死人诶，啊，咧问先讲也失败，毋知影，所以就爱问神明啦。所以迄阵就是先知，啊，先知咱知影，毋是所有诶先知拢是真诶呢，嘛有假诶呢，嘛有假诶先知啊，对无？哦，啊那王嘛会惊啊，我要甲人相战，对无？啊那咧讲假诶，我就毋是死伫遐咧，吼，所以就所有诶先知拢甲调来啦，吼，讲。应该来修正无，爱拍无啦吼。啊，这问的吼，啊，那先知你知影，就是国王饲的嘛。有的先知是国王饲的嘛吼，就是即个宗教人士嘛吼，摕国家的资源嘛吼，爱讲即个国王爱听的话嘛吼。所以即个王听了嘛，无介相信啦吼。哦，这400个先知拢甲我讲，去，上帝互你得胜啦吼，互你赢啦，上帝互你赢啦。但是即个王就讲约瑟芬吼，就讲就是一个约瑟芬吼，就是即个阿哈王吼去招即个约瑟芬来烧。伊讲，
我知影恁遮应该阁有别个先知啦，应该毋是这400个尔啦，这是听了可能，这你条仔骹咧嘛，甲你讲好啊吼。后来伊问来讲有啦，阁有一个啦，阁有一个米该亚啦吼。但是即个人吼，讲话足歹听的啦吼，所以我无想要找伊来啦吼。即个阿浩安尼讲啦吼。但是即个约瑟法即个王讲吼，你无应该安尼讲哦，你颠倒是即个讲无共的话人，你应该听伊讲啥。所以就派一个人紧甲调来啦，调来讲，来甲问啊，即摆这个国家要来烧战啊，会战赢战输啦吼，问，互你拜托你甲问一下上帝咧啦吼。结果吼，想袂到即个米该亚吼一来吼，伊嘛是讲有啦有啦，你会赢啦会赢啦吼，你会赢啦吼，哦，啊去派伊去找即个先知的人吼，嘛有甲警，其实吼是派伊去找的人吼，拢有甲警告过啊啦，讲吼。你较细意的吼，我知影你讲话足歹听的啦，你较细意的啦。他拄啊吼，所有的先知拢甲王讲啊，讲这烧钱一定赢的啦。你上好嘛讲一寡好话啦。所以吼，伊就讲，你会赢啦，你会赢啦。但是人咧看讲啊，你咧这个是毋是诚心的嘛？你这个黑白应付的，看会出来啦吼。所以吼，伊就讲吼。你一定爱讲实话啦吼，即个王真嘛真正因为惊死嘛吼，就讲你一定爱讲实话啦吼。啊，即个米该有一句话吼，是来变成一个 slogan 吼，真重要的话啦吼。伊是安尼讲的，即个22章14节吼，伊讲米该亚讲吼，我基永远耶和华来讲，耶和华对我讲甚物，我要讲伊。哦，这是巴克勒版本的。啊，若是用现代中文译本的是安尼讲啦。但米该亚说：“我指着永生的上主发誓，上主对我说什么，我就说什么。上帝甲我讲啥，我就讲啥啦，我袂讲啦。吼，所以吼，这嘛是报纸，所以这报纸的精神放伫坎头嘛。吼，讲上帝甲我讲啥，我就讲啥，我毋是袂讲的。吼，啊，这米该亚的结局是安那啦？吼，那讲你最勇敢的嘛？吼，上帝叫你讲啥，你就讲啥。啊，这勇敢嘛，叫这个米该亚吼，就开始讲啦吼，讲我看到天顶吼，上帝咧讲话啦，啊有天使伫个边仔啦吼，啊上帝咧讲，啥物人哦，你来骗一个阿哈王咧吼，互伊去送死啦吼，啊个所以吼，因就是有足侪人吼，啊开始咧讲一寡骗骗伊，讲你咧烧钱一定赢啦，啊吼，其实你的命已经定啊啦，你就是会死啦，吼，这是你的灾祸啦，这毋是你的好康的啦。哇！结果咧，米该亚咧讲了安那，有一个吼先知西底家吼，这西底家就走去吼，甲扇喙皮啦，讲吼，我袂讲哦，你上帝灵当时走去你遐，你讲话咧吼，上帝灵是伫我遮的啦吼，就是个遐鼓舞伊去烧钱的赢的先知啦，甲扇喙皮啦，吼，啊个讲吼，结果吼阿浩个命令吼。这讲歹听话吼，讲来死吼，我嘛是毋信啊！我著甲抓起来吼，你著叫人甲物件抓起来吼，关伫监牢内底，吼，互伊拼较水吼，互伊袂死。但是吼，我去烧钱，我平安转来吼，才会使甲这物件放出来啦。吼，王生气啊啦，伊要听实话，啊人讲实话，讲你会死伫遐，伊嘛是生气，甲抓起来啦吼，啊，佮去互扇喙皮啦吼，吼，叫物件著讲啥吼？若是你平安转来吼。就证明上帝无甲我讲话啦吼，所以恁大家记住我头头讲的话，伊这意思是啥？你死定啦！虽然讲我叫关咧，我嘛是袂叫放出来啦。啊，这个故事就伫遮结束啊啦。今日看看啊，那无好康诶，这物件有好康诶无？其实无好康诶啦，哦。啊，但是伊就是上帝甲讲啥，伊要讲啥。啊，我是这阵嘛是台湾教会公布的一个精神啦，放伫遮啦吼。时代物件啦吼。无好康的啦，编这个台湾教会公布吼，无好康的啦。但是，若是上帝要照着阮来讲啥物吼，阮就是想要安尼做，阮会想要安尼讲啦吼。这是算是这个，迄个时代啦吼，迄个时代。啊，迄个时代我后来看看，真正是最勇敢。迄阵佫有一个副刊啦吼，叫做一个外来副刊，我有做一个这个复刻版的纪念品啦吼。像这个报纸去互没收啦吼，这个报纸阮这个。你若来教会公报社，你会使看到这个，这复刻的版本吼，就是甲迄阵的报纸吼印出来啦。你若有趣味的吼，你会使
来公报社吼，台南的总社遮就有通摕啦吼。啊，迄阵吼，佫有做即个副刊啦吼，面顶吼，哇，我看即个题目吼，拢是找死的啦。谁人要推动228和平日的工课啦吼，甲林木生博士的即个故事啦吼，甲有即个纪念礼拜讲道啦吼，啊，即个物件吼。即摆看无啥，但是迄个时代确实是勇敢吼，确实是做到一个时代米介雅的角色啦吼，莫怪会去用扇嘴皮啦吼。这是第2段吼，也是讲到即个时代米介雅吼。好，啊，我想迄个时代吼，我感觉是确实是无简单啦吼，因为包括咱知影地南洋。伊若来台南做一寡工课的时阵，嘛是做伙甲，比如讲这台南师范院学生甲教会公报社，拢有诚好的联系啦。所以伫即个台湾民主转型的过程中，甲长老教会参与真深啦。吼，甚至佫有一个诚重要的文件啦，吼，是1977年啦。1977年吼，这台湾教会公报的头版吼，就有。看一个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总会发表的人权宣言啦吼，啊内底有一句真重要的啦吼，就是期待台湾会使成做一个新而独立的国家啦。哦，即摆听即句话，可能无像较早听起来遐刺激，但是台湾是还未做到啦吼，犹原咧是即条路咧行，但是即个方向吼，相信有自觉的人是会当。理解的啦吼，理解讲即个精神是啥啦。啊，我想讲吼，咱即个大家有人定咧讲啊，这台湾教会公布吼，啊讲遐济政治啦，咱教会报纸咧讲政治啦。我想这是一个无历史感的误解啦吼。就是讲，咱期待台湾一个正做一个新而独立的国家是啥物原因？即个报纸。本身吼，就比即个中华民国的历史搁较长啦，啊，未有中华民国的时代，就有台湾教会公报啊吼，所以甚至伊是经过3个国家的统治啦，包括一开始的清国嘛吼，搁来日本啦吼，啊，搁来是即个中华民国嘛，啊，伫清国时代，伊可能伊的管理吼，较无像即马遮严啦，伊无迄个能力管理啦，所以无甲你禁啦吼，嘛无讲啥吼，啊。伫日本的时代吼，即个国家的管理变大了吼，管理嘿变大吼，变大了吼，渐渐就甲你禁报纸嘛吼。啊，伫即个国民党执政的时代吼，嘛甲你禁报纸，所以这是一个真疼的体悟啦吼。讲你若无行家己的路出来吼，你就是会去禁去啦吼。所以我想这是一个大家思考的所在啦吼。讲谁有一个印象，就讲即个报纸遮坚持啊，若有认同的人就感觉真好啦吼。讲哇，即个报纸赞安尼吼，有即个理想性啦吼，毋是干那人讲啥要讨好市场啦吼，要讨好遮看报纸的人尔啦吼。希望咧收奉献啊讨好尔，佫有坚持的物件。啊，若是面对一寡批评吼，我想就亲像米介雅迄个时阵共款啦吼，人甲你扇嘴皮吼，但是。咱若有受到即个呼召吼，上帝要叫你讲啥，你嘛是应当爱讲。